多個參選團隊遞交政綱。咁較早之前嚟遞交直選政綱嘅係由現任議員陳美儀所率領嘅創新改革聯盟。咁而現任議員何潤生亦都喺同日下午率領龐大嘅參選陣容去到公職局遞交政綱同埋參選名單。陳美儀率領參選隊伍進入公職局遞交新一屆立法會參選政綱同埋參選人名單。陳美儀表示，今次參選政綱涉及社會福利、青年發展以及醫療改革等議題，針對政府提出嘅多元化發展嘅理念，同時對競選團隊做咗相關嘅調整。今次咧，我哋係揾咗中小企嘅代表咧嚟到去加入，因為澳門咧90%嘅咧都係中小企嘅。我哋係希望澳門有一個更多元化嘅發展，令到我哋啲年輕人咧有更多嘅多元化嘅就業機會。如果淨係博彩業嘅，大家都唔使讀大學啦。同日交出政綱同埋參選名單嘅，仲有群力促進會派出包括現任議員何潤生在內嘅11人龐大參選團。何潤生表示，除咗持續關注民生議題，更加會推動高官問責制。高官問責制嗰方面呢，我覺得喺我哋嘅市民心目中呢，依然呢係有一個嘅好大嘅改善嘅空間。何潤生同時提到，群力促進會嘅參選目標係爭取2個立法會席位，同往年目標一致。澳亞衛視採訪周耀華、李彬彬，澳門報道。琴日同心協進會、超越行動以及社會民主陣線亦都遞交咗直選政綱。咁同心協進會嘅現任立法會議員關翠杏就話，長期俾人抹黑，壓力好大，希望所有參選人可以團結一致，創造公平嘅選舉環境。嚟到遞交直選政綱嘅團體，仲有同心協進會。現屆議員關翠杏帶領一班人馬提交政綱，話今年嘅政綱核心圍繞澳人安居樂業、以民為本等等。不過亦都借住提交政綱嘅機會，對抹黑嘅事件進行講解，話已經採取法律行動，今年年底將會開庭審理。社會嘅不斷出現嘅抹黑同埋攻擊，呢個係有組織，而又係刻意做嘅。咁其實喺一段咁長嘅時間嚟呢，對於同心甚至係我自己個人嘅聲譽呢，係受咗好大嘅影響。而超越行動一共有4個人參選，第一參選人係高岸峰，第二參選人係賴文輝。佢哋話超越行動嘅優勢係後生，而政綱主要圍繞高官問責、居住同埋公平工作機會等方面。社會民主陣線方面一共有8個人參選，第一參選人係李萬洲，第二參選人係保釣聯盟副會長伍錫耀。政綱重點關注本地民生就業。至於爭取間選議席方面，現任間選議員屬於專業界別嘅崔世昌、歐安利，連同首次參選嘅陳奕立，亦都嚟到公職局遞交參選政綱。澳亞衛視黃英富為李彬彬、劉俊永澳門報道。講好翻嚟，仲有匯聚各大報章精